我考了13次没考中，侬把我来几考过啊？跟那个老爹我啊，那我气死，我谁不起侬个说话啊？又是侬先生，又是侬说话，对，侬这么刺激我啊！好嘞，我今天只发到侬我要等他对死啊，我对死啊对活了，他对死对吧？你得对出来个，他妈妈不高，你得对不出来呀！哎，今天只饭好唔出来，哎，豆腐啊，先生他侬顶头了啊他们接起来不起来。啊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我没办法了，他身体是我阿哥好了，他我看到你先生，来，先喝杯茶，慢慢来啊。哦，西洋生不服气。豆腐呢？阿哥，先生教你，先生，哎，放，侬先来啊，听好我先来，啊，侬听好，请先生先出让礼。听牢，还给我称听。山上古松风杂子，对对看。黑背头上老冤家。聪明哥，他对了，别起，请先生出题。好，侬听好，有动作，铁块类似3块上，哦，对着了，阶段出是2种法。对，好个，我的是好听啊。都是，哎，你信我讲，先生出题。哎，嘿嘿嘿。山上龙游风虎雨，下头风雨最难避聪明，聪明个，嘿嘿，我阿哥介大年纪生出个小人，会得介聪明啊！我当然是聪明。好嘞，侬2个顶调皮了，他搿朝领着弄了咯，站起来，喊侬小站起来就站起来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来。喊侬小我考13次考不中，嘿嘿，喊我看侬对不对得中，喊侬听了，呀，我得侬气死。千古古山，腾出狗家，哈哈，这个东西我会对不唱，侬对得开了，那我听懂。哎，牵牛5岁谁一头？我对了。对哟，哎，对哟，他手动。2只秀几招风要做啥啦？啊，他站起了，他领着5了，他说先生，哎，出题。出题啊嘞，看侬个样子啊，他生活交关好出题，他对不出侬吃啥活？侬过来，哎，侬听了，即使流沙出在后，狂风吹过披在前，狂风吹过披在前嘛，下一句，哎呀，你对下去，这种东西太简单，你对看，侬再出题，我再出题，侬再出题。好，那就再出题。大风吹雪，变成雨，下面雨落水中变成水。早知当初就成水，何必当初就下雪？哦，先生，哎，侬讲天上下雪不下雨，对，下在地上变成雨，对，变成雨来多烦恼，对。
就下雨，对，侬对对看。我可是侬出的，哎，我来对出来。嘿嘿，先生，侬听见？先生吃饭不吃A，吃到肚里毕竟 A， 毕竟 A 嘞多烦恼。不过先生就吃 A， 哎，对吧？哎，先生，救命啊！你跑过来，你跑过来，救命啊！你跑过来，这时间到了，先生，我为啥打我了？先生，哎呀，先生，